各位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咱搁伫遮见面，愿主的平安伫咧每一个人的心中。咱感谢主，过去的一礼拜，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供应咱一切所需用的，无论是物质上的，也或是属灵上，上帝拢甲咱同在，将伊的恩典赏赐互咱。咱来感谢主，过去的即几日啊，菲律宾的疫情有降低，过去大概超过1万以上，甚至到2万左右。最近几日啊，有时会到1万以下。咱盼望以后的日子有搁较降，一直到恢复正常，求主怜悯。咱特别是为着迄伫病痛当中的人来祈祷，咱知影因的心情是怎样的艰苦惊吓毋知影这个病治时才会好。伊会少年到亲人，伊会少年到工作，伊会少年到真侪代志未创了的，未完成的，在重担。咱为着伫医院的医生看护有个人得到这个病症伫厝内咧休养，也是治疗，求主赐因聪明智慧咱来为因祈祷，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因，来帮助因，互因心中有平安。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啊！阮的上帝，阮的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大有权能的主。信靠你的人是有福气咯。虽然阮人活伫世界，会临到拄着各款的灾难、病痛、大小的问题，若无信主的人，心中何等的忧愁痛苦。无人来安慰因，有主耶稣生命的人，神的话是阮的安慰，神的应允是阮的保障。阮感谢你。虽然阮拢同款伫这个世上会拄着各种的灾难问题，但是有主的安慰，有主的同在，阮就毋免惊。迄个太身躯袂太灵魂的，阮毋免惊，因为有主赢过了因。我感谢你，因为阮的信主了，迄个灵魂得救了，上也无法通对主的手中将阮夺去，甚至魔鬼的权能，因为阮的生命伫主耶稣的手中，伫天父的手中，任何人都无法通将阮的生命夺去。所以感谢主，赐托阮永生，借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成就的功劳，凡是信靠伊的人，就得到真正永远的平安。感谢你，毋是说这个肉体袂拄着问题，乃是人款会，但是阮的灵魂得救，这是至渐至轻的苦楚，阮忍受，有主甲阮同在，有圣灵的安慰，赐阮力量。阮就免惊，有来面对各款的困难问题。过去的信徒怎样伫这个世上拄着各款的灾难，因仍然有迄个信心来面对这个一切困难，继续向头前行，一直到见主的面。求你将这个平安甲力量来赏赐，互你的正行里。因为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上帝，甲阮同在，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搁再一摆来坚固阮的信心。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徒分析，快将福音宣扬，普告天下，唯有真神是光。万族之主，
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多少人民以酒醉海中浮沉，黑暗中不见一线盼望，无人知道基督赦免的救恩，或不知他是为拯救他们。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告诉天下，无论种族和国邦，真神是爱，人在爱中生存。他来拯救堕落世界的沦亡，他从天降下为罪人牺牲。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在前几日去传荣耀的福音，真献金钱，载他们到远方，恳切代祷，祝他们得生永生，以一切奉献，以蒙主恩宠。宣扬好信息和平福音，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宣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叫做大使命，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啊，这是主耶稣复活了后啊，耶稣伊活的时节叫复活了后啊，交代，说要宣到加利利这个所在，甲门徒见面。那么耶稣为什么特别交代咧？要到加利利这个所在，甲因见面呢？到底要讲什么呢？啊，要吩咐什么呢？啊，有什么重要的代志呢？我相信一定是真重要的代志。普通咱有一个亲人吼，也是咱最好的朋友啊。若要出国啊，行远路啊，可能离开这个所在哈，去一两个月还是几礼拜的时间啊，伊常常会将重要的代志的家庭当中，还是生理顶面啊，重要的代志来交托，互伊他的信任的人，吼，伊惊发生什么意外的时阵，才有法通来处理这个代志。我记得我的士大人啊，要离开以前啊，离开世间以前，伊也是将一件代志交托互我啊，特别说，伊若离开世间，就将伊的骨血啊送到祖国去啊，种伫家乡的啊，我才是照办咯，所以主耶稣啊，将真重要的代志啊，因为伊无偌久吼，你要升天咯。伊个真重要的代志来交代，真重要的话啊，这叫做大使命。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个大使命来交代在门徒呢？伊目的伫倒落呢？我看至少有3点啊。头一点就是圣经讲到神听世间人啊，神啊，伊要将伊的听继续来传承落去，将神的救恩啊，要继续传承落去，继续落去。因为主耶稣无伫个咯，伊只有靠在门徒啊，忠心的门徒，叫以后啊，在世世代代神的儿女也是教会，将神的听来传承落去。
因为主耶稣，因为圣经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安尼讲，伊讲伊就是讲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万人是指什么呢？圣经讲 all nation。All people， 万人毋是说1万人，还是10万人，意思就是隆重的人，愿意上帝愿意万人所有的人得救，明白真道。第一点，这个大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借着这个大使命，上帝要祝福托上帝的家里，托教会，要施恩祝福要叫教会蒙恩。第3点神要借着圣灵甲教会同在就是要甲神的家里同在，要甲因同在，甲因同工，借着圣灵赐力量，托伊的家里想出圣灵的恩赐，就是要服侍主、要做工的恩赐，来赐托上帝的家里，赐托教会，互因呢有法当真有效的、有功效的来侍奉伊，来荣耀上帝的名，一直传承落去，到主再来。所以是个大使命的目的就是安尼。我现在将这段圣经来读这篇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马太28:16到20节。圣经安尼讲，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因见了耶稣就拜伊。连里也有人摇伊，18节，耶稣进前来对因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赐托我咯。所以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互因洗洗还是洗浸。凡我所吩咐恁的，都着教训因来遵守，我就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就是咱讲的主耶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有几点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大使命是这个超然的transcendence， 这个超然的大使命。圣经安尼讲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顶。这个山顶是指什么山顶呢？是叫做阿里贝山 Mount Arbel， 伫加利利河的西畔的这个小所在咱知影4福音当中真少主耶稣真少甲人有约定就是有特别的约会但是这摆为着耶稣为着要颁布要讲在门徒讲这个大使命有交代有命令这个大使命所以特别甲门徒约定这个所在约定这个所在。那么这个约定是什么所在呢？约定咱知影这个马可福音14章18节甲16章第7節耶穌未被定以前有甲因講，說復活了後要到加利利去。主耶穌國外的時節是交代這婦人甲伊的門徒講說我要隨去到約定的所在，就是加利利迄個所在。所以
16节吼，列8章马太列8章16节，讲到11个门徒，敢若讲11个，因为犹太也背叛耶稣吼，伊自杀咯，所以本来12个，所以欠一个啊。后来咱看到使徒行传吼，佮加补上另外一个人入去，拄好12个使徒。那么11个使徒就到加利利去吼，到了耶稣过去吼，顶摆所约定的迄个山顶啊。耶稣平时真少叫人约定啊，但是一摆为着真重要的代志要吩咐，所以特别的约定。所以这个约定是一个真超然的命令，这个大使命是一个真超然的命令，是超时间甲超空间的。时间是讲到迄个时间偌长啊，这个大使命。这个空间是地区地域到底这个所在发人应用到较偌远的所在，所以这个是超时间性的这个大使命。因为伫主耶稣升天了后，教会就继续来遵行服从这个大使命，一直到现在，教会在信徒继续咧实行这个大使命，到将来唔知影偌长的时间刷落去，会在信徒所以教会也是会继续落去。所以这个大使命是超时间性的，唔是1个月、2个月、1年、2年、1年半载，是真长的时间。所以咱可以说，这个大使命是超时间性。第二项就讲到超空间，空间是讲到这个地区较偌大主耶稣跟门徒讲伫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这来讲伊讲恁要传福音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真远的地极就是这个天涯海角天涯海角有人的所在，无论大城市、小城市，无论大市镇、小市镇，无论是大这个岛屿到这个太平洋，到这个群岛，到这个小岛，大小的岛，拢是超地区性质的等于是超时代呢，最古代到现代到将来未来的时代，到底是偌久咱唔知影。听到主耶稣第2摆降临的时阵，这个大使命就这个结束那么圣经讲门徒见了耶稣就拜伊这个是真超自然的在门徒无拜别人就拜谁呢？拜耶稣，看到主耶稣伊就拜伊为什么拜伊呢？这个真重要因为伊是神耶稣是神，所以门徒就承认耶稣伊是有神权伊的这个格位还是位格，这一个 person， 耶稣就是神因才有法人拜。所以这个大使命的命令是这款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对神来的，所以在门徒才拜伊所以是这个所以是超然性的这个命令人如果那唔承认耶稣是神，伊是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人来死的，伊所行的神力技术来看出耶稣就是神，也是人的性格，也有神的这个位格所以这个命令是对神而来的。所以换等人也是说我要遵行这个大使命，但是伊如果唔承认耶稣是神，有这个神格当中，
人就是你服从这个大使命啊，也是无什么意义，无意义。因为你要传的是传什么？这个福音是传啥啊？传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拯救世间人。所以这个是超然的大使命。第二点，讲到这个大使命啊，是有权威性的。权威，什么权威呢？权威，讲到权威啊，圣经讲，主就对因讲，天顶地的所有的权柄，拢属托我咯。主耶稣讲，这天顶甲地的所有的权柄，拢属托我咯。因为主耶稣是神，所以伊是绝对有迄个权柄，有权柄，才有迄个权威，所以讲的话才有权威，因此呢，这个大使命啊，是这个权威性的使命，毋是普普通通的总统，还是 senator， 还是出名的人物、科学家，还是哲学家，什么家讲的话，还是因的命令。毋是，这个命令啊，是对主耶稣来，主耶稣是神，所以有迄个权威性，有迄个权柄啊，是人一定得遵守的。既然是权威，人一定得遵守的。所以这是一个权威性的使命。这个权威性的使命有两方面。头一方面呢，就讲到主耶稣有绝对的迄个权柄，有迄个 authority。所以咱若是迄个绝对的权柄，咱是属于主的，咱袂用说我毋遵守，袂用说不，因为这是一定要遵守的，才叫做有权柄。然后呢，这个权柄也是说主耶稣赐托人权柄，但是伊也是有权柄，咱伊也是有迄个权柄赐托咱在尊敬。伊会假使出去传福音的，跩人传福音的人，上帝借着主耶稣也赐托咱权柄，所以耶稣初期出来传，都做工为门徒是两个人出去，耶稣托因权柄，互因传福音的权柄，互因有医治赶鬼的权柄，有你信主了，奉主耶稣的名你得救咯！你讲做神的囝，你会做赦免咯。圣经讲，恁若是赦免上爱做，因会做就赦免咯。恁若无赦免，因会做，因就袂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权柄啊，正亲像主耶稣托这个彼得的迄个权柄互伊权柄所以咱信主的人服从伊的大使命，也就是将这个权柄赏赐互咱。同样，咱也用这款的权柄呢，去执行这个上帝的命令，去传福音。只要咱忠心去传一定有迄个效果，一定有效果。因为这大使命叫咱出去传福音，去侍奉，去带人信主上帝托咱权柄，咱若是尊敬出去，一定有法通结果子的。无论你有学问无学问。你只要轻，你知影神的听，神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出去传一定有人信主的我把这个老姊妹真热心伊无啥物学问无啥物大学啥物文凭是啥物伊听到主的命令，伊就出去传圣灵做工，伊就信主。一个一个传信主，然后建立教会，然后造就人，才可以别个所在继续传福音，就是一个城市继续一个城市，一个社里继续一个社里去传福音。所以，若有遵行主的命令出去传的，一定圣灵的做工就有迄个效果。感谢主的恩典。第三点这个大使命是一款的行动性 mobility，
因为注意圣经讲，耶稣讲说，所以恁着去倒落啊，毋是去运啊，去就是做工，着出去啊。所以这个去啊，是一款的命令，恁着去是命令啊。既然是去啊，就是有行动的，有行动的 mobility 就是有行动的啊，毋是坐伫遐无等动的。哦，咱过去有常常听到什么分享会啊，其实啊，听了分享会啊，兴奋者倒掉者啊，分享甲兴奋啊，受鼓励者开始热心哦，但是哦，坐咧遐热心兴奋，可能头一礼拜热心者，到煞落去无咯，坐咯，就是听咯，听咧坐咧听，所以教会啊。听了这个大使命啊，就是着去，着有行动行动。所以毋是单单坐咧遐听是着行动。你信了随咧修正加入教会，毋是只是坐伫遐我信主咯我就坐伫遐来礼拜参加快什么无出去，无去传结果就坐伫遐等天使，然后光叫来，甲咱载去天堂呢？毋是啊，咱毋是要坐咧遐咧等天使光这个大叫，接咱去天堂呢？毋是。所以这个大使命是这个行动的，有行动性的教会的总动员比装备训练，信徒若无去，人就袂来。因为这是一个行动的使命。罗马书第10章第13节到15节，安尼讲，保罗讲伊说：因为凡求过主的名的，就的确会得救。连你人若毋捌听到伊人毋捌袂信无信伊，怎样有法通求伊呢？毋捌听到伊，要怎样信伊呢？若无传道的，怎样会有法通听去呢？若无有奉差遣的，要怎样传道呢？亲像圣经中所记载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因会骹步河顶的加米所在传福音的人因为脚中是河灯的水所以这个大使命是这个行动性的去。第4点，这个大使命是普世性的，普世 universality 就是世界性。圣经讲说，互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毋是说1万、2万、10万，伊直达讲是 all people、all nation， 是真侪人，全世界人，上帝爱万人得救临捌真道。上帝爱逐个人拢有机会通听到福音，拢有法通得救，因为这是上帝听世间人伊要托万人通来得救通来信主耶稣无分国家，无分民族，无分种族，无分性别，无分你的有学问无学问，你的背景有钱还是无钱有啥物阶级的，亲像印度有真侪阶级的无分阶级人你是强的，你是富的，有学问无学问的，上帝拢听伊，伊愿意万人得救，临捌真道，伊愿意万人拢成做上帝的儿女第5点。这个大使命是神学性的，因为圣经安尼讲，着奉父子圣灵的名圣灵干伊受浸洗礼这个三位一体奉父子圣灵是指讲什么呢？是表明这个是有神学的性质的，是一款神学性的命令
表明呢，咱基督教啊的信仰啊是建立咱相信这个神学啊，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个神的代志顶面啊。所以这个大使命呢，有这个神学的基础，毋是7篇8篇东脑一西脑一吼，这东拖西拖来凑合咧。咱是有系统的神学的来支持咱的福音，吼，咱教会的信仰，咱的这基本信仰，在是建立伫相信神的基础顶面啊，是三位一体神的基础顶。所以大使命呢，是应该是有迄个神学基础的。伊的内容哦，这个神学包括什么呢？神学包括教会啊，包括大使命，包括传福音啊，包括这个人为什么要听福音？这个人方面的，这个将来的啊，在神学啊，哈，在罪恶是对倒落来，为什么咱得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是神学性的。所以，咱传福音也是建立这个教会的信仰，是建立这个单纯的纯正的信仰，在神学的顶面哈。那么，人信主了受浸就加入教会，所以这个也是有教会大使命，包括建立教会。咱实行这个大使命，就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了后就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着造就，所以传福音就是伊结果就是建立教会，那么建立教会呢，这信仰就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信真神啊。同时呢，这个大使命也是鼓励教会着注重这个神学的教育信徒也是着学习这个神学的知识，因为这个大使命是这个神学性的使命。第4点呢，第6点呢，这个大使命是有教育性的，就是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是伫教会内面呢出去，带人信主有入来，就是信徒，然后造就叫做人有这个装备。生活的装备门徒训练然后呢装备了后，然后伊若是有法人去伊若是出去这个教导别人安尼传承落去，安尼直直落去。所以罗马这个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讲伊说恁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示的呢。也着交托托怀忠心的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伊教示在信徒，也是教示别人，就是安尼接手落去，传承落去，传达落去，一代继续一代，一直到主搁再来。第7点呢，就是讲这个大使命是恒久性的、长久的。着 persistence 继续直直传落去，到主搁再来。所以第20节讲说，耶稣讲伫这个大使命内面说，我就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落尾。所以这个大使命是一个恒久性的命令，长久性的，只要耶稣。也无第2次降临到世界的时阵，咱这个大使命就着继续落去，继续落去，一直到主搁再来。而且主耶稣伫这甲咱讲，伊要甲恁同在，甲咱三合地咧。耶稣升天去，伊要找圣灵甲咱同在，圣灵要互咱力量，圣灵要互咱做工服侍，迄个恩赐 spiritual gift， 咱才有法人。用在 spiritual gift， 这就圣灵甲咱同工呢，咱就有法人一代，搁再一代，一代搁再一代，安尼刷落去，直到主耶稣搁再来。所以兄弟姊妹，感谢主的恩典。当主耶稣升天了后伊
未升天以前，将这个大使命输托教会，输托当时的信徒，一直传承到咱现在。所以伫这个教会的 history 啊，这个历史当中啊，有千千万万的信徒拢服从了主的这个大使命啊，出去传福音，忠心的服侍主啊。虽然因经历到真侪逼迫、真侪杀害啊，坐家区吼，甲各种拄着各种的困难啊，亲像保罗所讲的哈。刀剑的困苦无通食的无啥空通穿的赤身裸体艰苦的真寒的无地人徛的困伫露天的，所以因跩信徒啊，到全世界去甘心为主来侍奉，虽然食真侪苦。但是因无退后，因继续来向前进。咱看到真侪人就是死伫即款工场顶面啊，但是这个人倒落去，后面的人佫接落去。因在信徒啊，亲像基督的精兵啊，手牵着手，继续来向前行，来传福音，实行听从主的大使命。一直到主搁在降临伫这个世界顶，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伫这个灾难当中啊，伫疫情真厉害。咱虽然无法通出去，咱仍然有法通食到这款的物件online 的做修做酒，彼此勉励研读新的话语。好好装备家己，下摆人有法通出去传福音咯。咱教会继续来实行这个大使命，一直到主搁再来。将来啊，咱到耶稣遐，伊会主耶稣会称呼咱俄罗咱称赞咱讲，你有良善又搁忠心的仆人啊，来进入。我只来享受我的喜乐，得荣耀，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求你的圣灵做工伫阮的内面，过去有啥物亏欠，求主赦免，互阮以后的日子，搁较我能将你的这个大使命实行出来，无论你呼召。叫阮去到倒落，阮每一个人应该着顺服上帝的带领，将福音对耶路撒冷开始，得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得到地极来传福音，来将上帝的命令这个大使命来实行出来，叫主的名得到荣耀。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